歡迎大家嚟到心理研究所。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對我哋人生影響非常大嘅心理學概念，叫做成長思維。呢個概念係由史丹福大學嘅心理學教授卡羅爾提德韋克提出嘅。佢發現我哋點樣睇自己嘅能力，會直接決定我哋會唔會成功，甚至決定我哋活得開唔開心。簡單嚟講，人嘅思維可以分為兩種，一種係固化思維，另一種就係成長思維。擁有固化思維嘅人會覺得自己嘅聰明才智同埋天賦係天生嘅，係冇得改變嘅。佢哋會覺得我生出嚟就係咁嘅能力，冇辦法改變，或者我天生就唔係讀書嘅料。因為佢哋覺得能力係固定㗎，所以佢哋會好驚失敗，覺得失敗就代表自己唔夠聰明，亦都好驚挑戰，唔敢去做，唔做就唔錯。但係擁有成長思維嘅人就完全唔同，佢哋相信人嘅能力係可以透過努力練習同埋失敗入面學習嚟不斷提升嘅。對佢哋嚟講，挑戰唔係威脅，而係一個令自己進步嘅機會。就算失敗咗，佢哋都唔會覺得係自己唔夠聰明，而係覺得我只係暫時未掌握到方法。呢種心態上嘅微小差別，長遠落嚟會令到兩個人嘅人生軌跡產生巨大嘅變化。從腦科學嘅角度嚟睇，成長思維係有科學根據嘅。我哋嘅大腦具有神經可塑性，意思係當我哋學習新嘢或者挑戰難題嘅時候，大腦入邊嘅神經元連接會變得更加強壯，就好似肌肉越練越強一樣。所以唔好再話自己我唔得，自己冇可能，因為你嘅大腦其實一直喺度等緊你，透過挑戰嚟變得更強。喺日常生活入邊，我哋可以點樣運用成長思維呢？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學識用我可以嘗試。當你遇到挫折，唔好話我做唔到，而係同自己講我可以，或者我可以嘗試。呢個微小嘅改變會將你嘅注意力由唔敢、抗拒轉移到願意、肯定、嘗試上面。另外，我哋要學識去擁抱失敗，將失敗睇成係大腦嘅升級過程。每一次犯錯其實都係話俾你聽可以有提升嘅空間。如果你想喺職場或者學習上面更有成就，嘗試接受會令你覺得唔舒服嘅挑戰，因為只有喺唔舒服嘅邊緣，你先至會有成長嘅空間。同時，我哋亦都要學識去欣賞人哋嘅成功。固化思維嘅人見到人哋成功會覺得受威脅，但成長思維嘅人會去研究人哋係點樣成功嘅，將人哋嘅經驗變成自己嘅養分。最後，我想同大家講，成長思維唔係叫你盲目咁努力，而係要你相信改變嘅可能性。無論你而家處於人生嘅邊一個階段，只要你願意放下對我唔得、冇可能嘅執着，開始關注自己嘅努力同埋過程，你就會發現你嘅潛力其實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由今日開始，試下同自己講，我唔係唔得，我可以，或我可以嘗試。只要持續練習，我一定會變得更加好。記得 like、subscribe 撳埋鐘仔，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㗎喇。